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水銀，歡迎嚟到水手寶石 Roblox 上嘅掛機遊戲。首先我呢就好多謝你哋幫我達到500訂閱、600訂閱同埋700訂閱啦。今次我就會喺水手寶石度抽獎啦。順帶一提，我都就嚟到800訂閱啦。由於我最近都好忙啦，所以我冇乜時間拍太長嘅素材，所以呢，我就俾你哋睇下我水手寶石嘅成果啦。我哋事不宜遲，廢話唔多講，依家開始啦。係喎，喺影片開始之前可以先訂閱我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加入我嘅 Discord KT 團。咁我先俾你哋睇下我嘅傷害版面，可以睇到我嘅傷害已經係1132.5% 啦，而我嘅爆擊率就係86.9%，爆傷就278%，晉升滿嘅。我就呢度已經全部寫到 C 啦，都用咗起碼50M 鑽石，呢個都使到最勁嘅皇帝。我嘅稱號就有呢啲啦。今次我將會抽出大獎125個光環箱，二獎125個飾品箱，三獎部落2K 5組，四獎種族5K 5組，五獎屬性5K 5組。今次就合共會抽出17個人，參加嘅話就留低你嘅 Discord user。今次淨係打出咗3500億傷害，但係其實我係可以打出5000億嘅傷害。今次到此結束，多謝收睇。